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开217亿，甲美国买 MQ-9B 海上卫士的无人机，2029年会当开始来使用。啊，讲这型的无人机真强哦，航程达到11000公里，会当挂载地岳火这种的飞弹、炸弹，佮有真进步的侦测的系统。专家讲，甲美国买到这款的大型的无人机，未来要来应付到阿强啊无人机来扰乱，就更加有效率咯。插普式的流线外形，号称是上强的海上卫士无人机，要加入国军啊！依照国防部预算署，国军开217亿，甲美国买4台。本来打算伫2025年装备，不过这个计划因为美军支援乌克兰来前调，改为2026甲2027各交2台。空军嘛已经选定人员要送到美国去培训，2029年就使形成战力。MQ-9B 海上卫士是 MQ-9新型无人机的性能提升版，会使执行攻击、反潜、侦察，上近有370公里，上远会使飞11000公里。上重会使载5670公斤，会使配 AGM-114地岳火飞弹，甲各种的攻击弹药火力真强。为双光系统，也就是可见光跟不可见光红外线的部分，可以对于战区就是进行大范围的扫描。那第二种就是它是用电波来绘图，有点像是用断层扫描，是战场的情报侦查跟监察。这可以提供国军对台海周边的水域，就是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侦测的一个效益。在中共的军机甲无人机一直来日乱的情形下，新买海上卫士甲国产天云无人机将陆续形成战力。除了讲作业成本比战斗机较低以外，嘛为国军保护领空，佮增加2项武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